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今日新闻讲到，政府为了要防有人炒啦房地产的计绍，行政院议会已经通过房地合一税2.0修法草案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产房地产的产。这个产就生的意思，像咱讲产期。另外，创造、制造、种、放弃，咱讲生产、产销、产量、产地。特别讲为倒一个所在出产的，咱讲特产。啊，若是海底掠就是海产，若是有价值的物件叫财产，土地是地产，厝是房产，合起来叫做房地产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做伙来看到，读做产婆，这是古早替人做产，甲产区斗相共的妇人人，某人讲是做产师，捡囝母，捡囝母。第二个词读做产地，这是讲产品出产的地点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才有一个产婆真出名，对人投资房地产。落尾手听讲有一个产地生产在地特产，伊嘛甲钱拢落落上尾煞破产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产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